香港最平嘅1000兆寬頻係邊間？等我幫你排名。第5名，網上行，月費大約198蚊起。第4名，香港寬頻，月費大約168蚊起。第3名，和記寬頻，月費大約158蚊起。第2名，有線寬頻，月費大約148蚊起。第1名，最平，中國移動，月費大約128蚊起。以上就係5大供應商嘅排名，想知邊間最啱你，即刻上 broadbandhk.com 免費格價。broadbandhk.com 免費寬頻格價比較 ，WhatsApp 52287541，歡迎隨時查詢。